Hello，大家好，Vicky 又同你見面啦。今日為大家帶嚟嘅係顯峰一個中殘嘅三房單位。家陣我哋即刻隨住個鏡頭去望下內廊嘅情況先。入屋見到一字形嘅下飯廳，成間屋家電齊備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嘅效果。露台嘅景觀冇遮擋。露台同呢個窗呢，就起到對流嘅作用。第一間睡房擺咗上下架床同呢個衣櫃。第二間房就利用咗窗台做咗張寫字台喺度嘅。咁門頂呢度呢，就做咗吊櫃。主人房就做咗地台式嘅儲物空間，亦都係利用咗窗台嘅空間。呢度再擺咗一個雙門嘅倒頂衣櫃。洗手間就將浴缸改返企缸，有窗可以排走啲濕氣。今次有關呢個單位嘅介紹就咁多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快啲 contact Vicky 出嚟睇樓啦！我哋下期再見，拜。